哎呀，哎呀，终于到了机场了。从山里来一趟还真不容易。联系了道和湖才知道，原来你叫福仔啊！马上就能见到你父亲了。为什么只有我不能进去啊？看来距离飞机降落还有段时间。和他想下去玩，那你们就在附近玩，别跑远了哦。好，哎呀，福仔的父母也是，怎么旅个游还能把孩子丢了？特产3折，免费试吃。啊？真便宜呀！孩子又丢了。还有时间，我们俩分头找找吧。福仔，核桃，核桃，福仔，福仔，核桃，福仔，你们跑哪儿去了？大福你。到河湖都倒了好一会儿了，怎么跟他交代呀？要不咱报警吧？请问，这俩是你家小孩吗？大姨妈回来了！你们俩刚跑哪儿去了？哎呀，你们不要凶小孩子嘛！不要哭，来，姐姐给你们整个活儿，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个问题。唱吧，我的天使，为我歌唱！你是来搞笑的吧你？我的尾巴也可以。嘿，厉害呀！来，姐姐给你比个大的，讲讲比心四叶草，嘿嘿。还有9月直升机，伊斯湖水怪，雏形大水母。这狐狸到底什么来头啊？小意思。9月，小天不肯上飞机啊！走，去看看。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。抱歉让您等这么久。等这么久。福仔，跟你爸爸走吧。お父、私、日本に帰ります。再见。我知道，是再见游戏，核桃很会玩的。我藏好了，福仔早点回来找核桃啊。福ちゃん。はい。お父。ただいま。这是暂时不回去了啊，说是要在这里多留一段时间了。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客气了。有兽小剧场。以下哪个是9月表演的内容？雷雨、围城、哈姆雷特。你那么高兴是觉得选对了吗？哎，你还是别懵了，正确答案是哈姆雷特。哈姆雷特，哈姆雷特是由威廉·莎士比亚于1599年至1602年间创作的一部悲剧作品。人们常将哈姆雷特与麦克白、李尔王和奥赛罗一起，并称为莎士比亚的4大悲剧。